修復後測試卡帶情況。每格珠帶都可以自然順滑咁過渡。勞力士日字型5G 帶維修。錶帶鬆，每格珠之間有空隙，用手推錶帶會呈彎曲狀。維修後正常係點推錶帶都係直。錶珠之間空隙清晰可見，每一格都有磨蝕，導致大小不一。空隙越大，錶帶就越鬆。經修復後，錶珠緊密結合，底部平滑，不起凹凸。修復後測試卡帶情況。每格珠帶都可以自然順滑咁過渡。彎曲後可以一下子成條帶拉直，冇出現卡住一兩格錶珠係中間拉唔直嘅情況。